来气标的想买打想买，来全部气标的啊！这个2只，这个2个，这个2个，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来总共12样。来这个2个，这个2个，这个也2个，一个电话，一个飞机，一个这个泡泡相机，然后一组这个，然后加一组汤马士，加一组汤姆士火车，来这样几样，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1样，来这11样，认真有没有人想买的？来，总共11样，0元起标，记得吧。总共11样玩具，空扣 KBS 记得吧。看得到玩具，
通通11样，0元起标，1刀100块。来300开车。全部看得到东西，全部11样，这个就2样了，这个也2样，这个也2样，哦，这样就6样、7样、8样、9样、10样，哦，10样，啊，加这个汤马斯小火车11样，空空起标1把，没底的花落去啊，来，目前500。来，目前600。来，目前600，来，目前700，有档的哦。来，2分钟时间，1刀100块有档哦。来，目前2分钟时间，来，目前700，总共11样的玩具，1刀100块，1刀100。来，目前800，1刀100呀，1刀100块，目前有下标900。1刀100块，含那个不要含几十块的，拜托一下，1刀100，来，目前900。靠腰啊，900的假账号卖乱了，来，目前800了，来，目前1000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卖玩具啊！来，目前1001。目前1001。来，目前1001。目前1000了。捐孤儿院不用运费，来，目前1000。来，1000不会中，1000不会中哦。各位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要真心买东西呀？来，我问一下100多位朋友。1000没有卖啦，不用恭喜呀。我说1刀100，为什么有人在那边750、650，还有760？来，我问各位，到底有没有人真心要买商品的？来，各位，到底有没有人想买商品的啦？我直接用问的啦。11样东西，11样东西嘞。这就2样了，
哦，这个就2样了。啊，这个也2样，这个也2样，上面这个也2样。来，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样，哦，10样。来加这一组汤马士小火车，来11样嘞。0元起标，1刀100块，有档的喜欢自己喊了，认真一点啦。卖掉了吗？弃标了。总共11样。来，这个2样，这个也2样，这个也2样，就6样、7样、8样、9样、10样。哦，这个10样。好，啊加这个11样，1刀100，弃标封锁。认真一点哦，1刀100块，弃标我就封锁了。来，2分钟时间，100拿来，100零车拿起来，来，我直接封锁你哦。来，1刀100，喜欢自己标啦。来，目前600啊。赖恰恰你较大波嘞啦，500不会中啊。1刀100块，喊喊看哦，喊喊看哦。来，目前600，来900。来，目前900块。哎，各位朋友，这一堆东西玩具全部11样，现在剩900。来，目前900。目前900。这一堆东西11样，目前1000。弃标我会封锁哦。弃标我就封锁了。来，目前赖恰恰1000。来，赖恰恰1000。来啦，我说实在的啦，来，干脆这样好了。赖恰恰再喊再啊，因为目前你喊最高1000了。来，赖恰恰大哥，这标你真的有喜欢的话，你最高多少？11样，不是7样，11。我刚才就讲过11样。赖恰恰大哥，这标你真的有喜欢，你最高多少可以买？不要让我了钱，好不好？来1001，直接封锁，乱销的呀！做生意不要乱。11样啊！哦，拜托哎，我说11样，全部11样。你真正要互我了钱吗？真正要互我了钱吗？
加一个啦，卖安尼啦，恰恰哥啊，1000不会中啊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，靠腰安尼了钱的要安没？恰恰哥啊，加一挂啦，莫互小弟仔了啦，好袂？我安尼本钱算出来拢了钱。我安尼了钱是要安咩啦？哦。本钱都无够啦，加钱卖啦。沙头的生意有人做，了钱生意没人做。我绝对了钱啦，不要说1000没有卖啦，你最高多少啦？换现金，现在连现金1000都还没到啦，我的本钱就不止1000了啦。人家喊多少就要卖了，卖你也炒了，卖你拿来卖我啦，卖你要乱啦，一些人没有要买东西，不要乱啦。我这个聊不是聊100-200块而已嘞，好不好？有失才有得。来，看一下哦，来1样、2样、3样，来4样，来5样，来6样，6样，7样，来8样，9样。来10样，10样，11样嘞。11样，来。有没有人在大步啦？11样玩具怎么可能1000啦？来，我再给你们最后1分钟，目前最高赖恰恰1000上去1到100，好不好？1000上去1到100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1100的？我走时间啦，不要让我了钱啦。连本钱都超过1000啦。来，管理员按着假账号全部锁掉。恁阿嬷水鸡。管理员乱的、按怒的全部锁掉，送机票。恁母啊水鸡嘞！
这个真的哦。你娘啦！1000我有赚，我家全家死人，好不好？本钱就不止1000了啦，1000我有赚，还要骗人？我骗人，我家全家死人。本钱就不够了，1000就有赚，不要骗人，1000有赚。我收起来了，1000没办法卖了。1000没办法卖了，没有鲁鲁啦，龟缸鲁鲁啊，打鲁鲁的全部封锁了，打鲁鲁的全部封锁掉了。鲁啥货啦鲁？过量了。1100我没卖啊，1000我也没卖啊，收起来啊。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了，了钱的生意没人做了。没有人认真要买东西，乱小的一堆。我没经过，我出去被车撞。啊！如果这些货我去进的嘞，换你被车撞，乱小的一堆。没称没测。这一组真的有喜欢的私讯粉专。来，子华真账号吗？来，郑子华大哥，我直接问你，你多少可以买了？1100没办法卖了，你自己讲个数字啊。啊！来，假账号封锁了，郑子华假账号了，乱小的一堆啊！它是可乐糖，不是可口可乐。
好了，我要吃饭了，可以吗？等等再开，我先吃饭，肚子很饿。来，只有9组可乐糖。哦，可乐糖果，来12个100块要的加一，9个客人，运费80。来一个10块，12个100块要的加一，总共只有9盒，好，一盒就是自己看一下日期。这叫集齐品，这叫集齐品。来一个10块，但是没有单卖哦，12个特价100，12个100块要的加一，要的打100加一啊，反正总共只有9盒啊，一盒就是12个，12个就是100块。哦，按一个多少钱？一个不用10块，你们会买不会买？7-11，昨天我去看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一个卖20啊。12个100要的私讯。哦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这边总共12盒，全买1200，可以捐孤儿院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这边12盒，12盒1200块，可以捐孤儿院，运费不用，可以帮你们捐。哦，如果想要捐孤儿院的朋友，哦。一盒12个哦，20一盒就是12个，哦啊，12个乘以12盒多少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12盒1200块。哦啊，刚才那一标玩具11样，你有喜欢你私讯粉专。新老藤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再私讯我的客人了哦。新老藤好心疼，林小雨不用这个哦，人家只要打100加1，你就去私讯客人，叫客人不要跟我买东西哦，不用这样子。啊，新老藤，不用私讯我的客人了。好心，新老藤、吕松和林小雨，你们3个啊，不用去私讯我的客人。
我怎么了？不是说你呀，对嘛？做生意在闹什么啦？来，等等，我去用，看有没有人有电脑，我去他家，我去跟他借一下认识的朋友有没有电脑。哦，有跟我，如果我身边有朋友家里有电脑的借我，我把假账号追踪跟暗赞全部封锁掉。哦，还有吕松汉、辛奥腾、林小雨，你们这3个追踪我的全部封锁。来，直播关掉。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。假账号追踪、假账号按赞全部封锁，没有个人照片全部封锁。粉丝团还没有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的朋友，按赞设定加追踪。刚才塞带有买东西弃标的全部封锁。来，周五你好。来，听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有跟我买过东西的，现在全部私讯粉专，留下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全部送东西。从以前到现在有跟我买过1样东西、2样东西的朋友，现在全部私讯粉专，留下你的电话、姓名，留下你的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全部送我的签名照。全部不用运费。从以前我刚开直播到现在，不管你买过1样、2样东西，只要有买过我的东西，全部私讯我的粉丝团，留下收件人电话、姓名跟地址，每个人送1张签名照，全部不用运费。运费我帮你们出啦，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，直播关掉。从以前我做直播到现在，你有买过东西的朋友，现在全部私讯粉专留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一人送你们1张小弟的签名照，不用运费，然后全部加我 IG。好，我开始慢慢经营，用 IG 直播，不然粉丝团直播没有用了。哦，都来乱的那么多了，来乱我的太多了，我没办法做生意了，只能靠 IG 一些朋友支持啦。哦，有买过东西的私讯留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然后加 IG， 然后签名照一人送1张，全部不用运费，我帮你们出。OK 打 OK， 来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，直播关掉。哦，有买过东西的全部加我 IG， 我慢慢经营 IG 哦，有可能之后都往 IG 这个方面来发展卖东西哦，因为我 IG 没有酸民。再来，我按 IG 我不会公开哦，我的 IG 我不会公开，没有买过东西你加我 IG， 我打死我都不会确认。